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这场战事已经影响全世界经济。后面是协商要停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这个消息一出来，布兰特原油的价格盘中是起到一桶140块美金。若国际上黄金的价格，即嘛起到每盎司2000块美金。若美国股市道琼指数昨昏收盘是报797点，上新的消息是拄则今仔日收盘继续收乌，落460点。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找5伫咧乌克兰甲波兰的边界，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对话讲，俄罗斯的石油批起来有乌克兰人肺的味，希望国际社会共同抵制。尾啊，布林肯伫咧礼拜就讲，正伫咧甲欧盟协商，要禁止俄罗斯的石油进口。消息传出来了，遂引起市场的惊吓。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起到一桶要甲140美金，瓦近14年的新高。虽然尾啊是跋倒来到130块美金以下。不过，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到即马，北海原油的价格已经起3%。专家讲，这项新制裁若实施，全世界一天会减少500桶的原油，国际原油的价格会起到一桶150块美金。美国银行国家闭关，认为伊朗的协议延前，伊朗原油重返国际市场一直拖，尤其有可能起到一桶200块美金。因若加拿大是讲，因会当小可补一寡。Canada, Alberta has the third largest oil reserves on the planet, and we can supply those markets. Over the last decade, there's been a very significant failure of energy policy, and that needs to be reset. 受这边战争的影响，真侪投资人拢把钱摕来买黄金，8月国际金价拔起2%，超过2000块美金。到1盎司2005块美金，是伫顶礼拜创20个月以来上大一礼拜起爆了，继续创新纪录。另外，市场也担心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是原物料的出口大国，战争会影响农作物、能源甲金属的供应链，引起全世界原物料起价，大家手内钱会愈来愈薄。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冷气团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拢真寒。气象局有针对18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敢若7度半。咱来看温度。今日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真侪县市温度拢无到10度。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18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敢若7度半。日时的时，冷气团会豆豆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明仔载拜三透早，同款会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伫明仔载透早温度嘛会增加。若拜三明仔载日时才会正降回温，各地才会恢复好天稳定的天气，高温会当到25度以上，会一直维持到礼拜日。来关心经济卫福部疾管署上新的统计，英国一年拢有2000例流感的重症，也毋过去年敢若1例。另外，肠仔病毒的部分，肠仔病毒重症是有史以来无半例，应该是大家挂嘴安、接洗手的功劳。也毋过医生就提醒讲，其实病毒并无消失去，凡事大起就会大落，嘛烦恼明年的大流行。无论大人囡仔出门拢挂嘴安，不止有防新冠病毒，也有防其他传染病。卫福部疾管署上新统计发现，以前2000例流感重症，去年只有1例。互家长上惊的肠仔病毒重症，去年也第一摆挂零。毛仔甲德国毛仔，各连续2年拢是零确诊。毋过有感染科专家警告，传染病甲地动共款未消失。有讲明年的流感、肠仔病毒这疫情，恐惊有一波的大流行。越多年没有流行呢，下一次流行的幅度就会变大。那可是感染症有个不一样是，你可以多打疫苗来解除这个能量。所以如果这个感染症是有疫苗可以打的，那我们就是大家要尽量去打疫苗。另外，受疫情影响，民众检查4种癌症的体检的意愿拢真低，有可能成做危机。根据国健署的统计，以2020来看，民众喙癌体检人数比前一年少真多，有2成4。另外，脸癌、大肠癌甲子宫头癌这体检也拢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脸癌是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1例，平均每36分钟就1名妇女得到脸癌。那较早发现，沿降低41%的脸癌死亡率。
乳癌家族史的妇女每2年1次的 X 光摄影检查，筛检的话呢，可以降低41% 的乳癌死亡风险。国健署提醒民众，政府有补助喙癌、大肠癌、咽癌甲子宫头癌的体检，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爱定期做检查，愈早发现治疗效果愈好，也提悬存活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俄罗斯媒体是报讲俄罗斯甲台湾列做无友善的国家名单，伫名单内底拢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是加入制裁国家。伫报道内底嘛注明，咱台湾是否认定讲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毋过1949年了后，咱就由家己的政府来统治。来关心中国时报。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是负责基职专科学院招生的主委学校，也毋过全国的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是指控讲，北科大公开咧卖学习历程，甲学习历程商品化，已经严重违反招生的律例。对此呢，教育部是认定讲这违规爱处罚。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长王美花昨昏提出303大停电的调查报告，伊嘛搁一摆表达讲，伊愿意负起政治责任，也毋过互行政院长苏贞昌慰留，要求王美花爱伫半冬内督导台电提出强化电网建设的完整计划。苏贞昌嘛，即抓是有批准台电的董事长甲总经理的辞职。若台电的董事长即马是由经济部政务处长陈文生代理，若总经理是由台电的副总经理王耀庭接任。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这是高雄强苗旅游团传出去案例，感染源嘛是对新北市设计师来的。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3月初10开始，65岁以上的民众，若是还未注意防下，总共有要去住，就会当摕到价值500块的卫教品。环保人员伫大街小巷详细清消，因为台南市搁增加2名本土病例，同款是高雄强苗旅游团群组过限，啊，不过上新的病毒基因定数甲疫调发现，高雄强苗旅游团甲新北设计师群组的基因定数同款，染疫团员捌甲新北设计师相关个案有接触，所以研判规个强苗群组感染源就是新北设计师。另外，台北一间加强版多管染疫的护理师，捌协助采检境外移入19986例。而且2人定数同款，研判护理师可能是烫装备时阵染疫。之前确诊的台中验准师，捌伫未了去准点开会，甲准点确诊者有短暂接触，研判可能互准员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在目前国内感染源不明传播链只剩3条，因为本土疫情转好，较无人要做疫苗，指挥中心宣布为3月初10到4月初10。提供65岁以上啊未做疫苗民众500块以下卫教品，高雄市搁增加200块礼券。民众较无做疫苗意愿，外界烦恼会有大量疫苗过期报销。指挥中心表示，莫德纳有限库存150几万剂 ，AZ 甲高端差不多250万剂 ，BNT 有71万外剂，只有 AZ 可能做未完。那其他国家提出需求，也愿意提供疫苗外交。高端没有到目前来讲，短期内没有大量需要销毁的可能啦。好，那当然国外有需要，那我们也可以先提供给他们。伊强调，台湾病因为3月初7开始未解封，那1个月来国内疫情稳定，疫病的人伫自主健康管理检测回报率甲尊重度悬，老大人疫苗注射率提悬，无排除会阁开放国门，检疫天数会阁减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咱国内国际机场的防疫车队对即马开始，卖当载一般的旅客啊。主讲负责着入境的旅客了后，规只车爱消毒、爱通风，等8点钟过，就会当搁载一般的旅客。前防护衣的计程车司机挂手套，将车内车外详细消毒。指挥中心宣布调整机场防疫车队管理措施，初7开始维持本来的防疫以外，佫包括车内加装隔板，驾驶穿完整的防护装备，至少做2剂疫苗，每礼拜PCR。伫个载入境的旅客落车了后，完成车辆的消毒，通风放30分以上，就会当佫载一般的旅客。就是在那边盯着他们回来，一定就消毒。我一定会派干部在这边盯着。早上7点就有人进来，你要来消毒，
清消以后才能领还复议。也就是机场防疫车队初78日开始，未阁有中央逐工一车3500个专案补助，司机原来当载其他人客，若是安怎落实防疫，由机场防疫车队自主管理。到车队干部私底下讲，虽然要求车辆回停了后，由干部来确认消毒完成，并发放相关的证明，不过嘛烦恼放停了后，无法度一个一个追踪个别司机的载客情形。应该还是会介意吧？对，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对，因为通风，它可能要给一个研究证实说，通风的话是不会造成有什么病毒影响这样子。如果这些程序都是符合，就是有专家评估过，觉得染疫风险很低的话，我会愿意达成。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就是完整的数据的，就是解释说这样的程序是有用的。很大一部分的，是会在落地采的时候，就已经是把它隔离开了。那所以去坐计程车的都是吐完生喉唾液之后去的。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入境坐防疫计程车的旅客拢是做过拿后的喙瘾检测，平均1礼拜有12个人确诊，比春节前后回国高峰的时阵有病毒比例降低真侪，所以经过适当的消毒，风险降低，就会当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0869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计共有11万例。日本是超过543万例，韩国是超过46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及巴西。美国是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9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2300万例。疫情已经滚到2冬外，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是统计讲，全世界患病人数已经超过4亿5千万人，那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另外，香港即阵疫情已经失控，最近一天就新增加3万例，医疗体系更要放弃，死者的遗体嘛未付处理。医护人员跟一个国际遗体去哩火车甩去送去殡仪馆，因为病院太平间已经不满，有的病院是传出死者遗体放伫急诊室。Because there is a rising number of the patients pass aw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at's why the hospital have to use up their own mortuary capacity to hold up some of the corpses. 香港疫情失控，初日通报大致新增加3.1万例确诊，3月以来死亡人数拢伫200人左右。不过大量遗体已经真做负担，政府赶紧找来殡葬业者协助运送，火葬场也提悬逐工的火化量。咁因為現時咧，因為可能積存嘅遺體數量太多啦，佢哋所處理嘅文件亦都積壓得太多。喺真濟國宣布啟動甲病毒共存的時陣，港府的動態清零政策也拼袂過 Omicron。平均每10萬人就2.29人因為新冠病毒死亡，和香港將做全世界新冠病毒致死率相關的所在。在疫情進入第3年，全球死亡人數也要超過600萬人。新冠疫情爆發了的第7個月，全球有100萬人死亡，4個月了後200萬人死亡，了後每2個月增加100萬人。不過實際死亡人數恐驚懸出真濟。The actual excess mortality is something like 21 billion.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undiagnosed deaths that happen at home, undercounting, underreporting because lack of testing, and that's all happen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自疫情爆发以来，南非已经有35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将要超过10万人。为初期疫苗欠缺，甲即马做的进度不如预期，政府自主疫苗的政策拄着困境，互有真侪家庭伫这段时间失去所爱人。根据统计，目前南非已经做超过3100万剂疫苗，代表5成人口完成做疫苗。当局即马已经渐渐办理防疫措施，不过依然维持公共场所爱挂嘴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继续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拍面2礼拜，基辅附近的伊尔平，也有第2大城哈尔科夫，即马拢会当听到爆炸声。乌克兰的官员就表示讲，俄罗斯军队已经准备伫要拍因的首都基辅。另外，南部的港市马利坡有讲好要开一条人道走廊，开出一条路，互民众逃难。想袂到俄罗斯也是照拍，引起批评因讲话无算话。乌克兰首都基辅西边1公里外的斯托扬卡一个货物仓库车落互俄军炮火拍着。去一天真济大都市拢做无猛烈攻势，第2大城哈尔科夫这体育馆楼房拢被炸穿，附近建筑拢用被炸了。离基辅12公里的伊尔平，人员撤离途中炮就落在城区边。虽然伊尔平一个囡仔在内有3人死伫炮火当中，老人、囡仔、富人人拢收拾简单的行李，带宠物伫乌克兰军队协助之下离开家园，心内真不安。战事一直升悬，撤离老百姓行动爱赶紧，暗过找5、找6、2天。被围的南部港市马利坡人道走廊准备疏散40万受困居民的行动，拢因为俄军短暂停火，够真紧恢复攻势关起来，2摆选举失败。准备接受难民的东部都市扎波罗热但无人。马利坡市长博伊请科比的临时地下总部用无稳定电力甲网络制定指挥，批评俄方讲白差继续领回攻击。Если в первые дни войны жертвы измерялись десятками, то сегодня они измеряются уже сотнями, а, наверное, после 2 суток они будут измерятьс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1000. Они даже не дают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дсчитать всех раненых и убит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же 6-е сутки подряд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ся огонь. 俄国媒体指出，俄军应法国总统马克宏要求，台湾时间7日下晡3点，搁一摆停火，自基辅、马利坡、哈尔科夫、苏维等都市开人道走廊，互老百姓撤离。乌克兰国防官员警告，俄罗斯正咧集合战车加机动步兵部队向伊尔平，准备对基辅全面进攻。佮继续为北平白俄罗斯经由切诺比禁区向部队补给人员油料，集中军力包围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美加南部都市尼古拉耶夫美国官员透露，也咧招募凯尔都市战斗叙利亚民兵，用1个月200到300美金的薪水去乌克兰做佣兵，拍算用吉的加罗航线夺出乌克兰主要都市。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乌克兰有超过150万人走去附近的国家逃命，其中有超过100万人是先走去边仔隔壁的波兰，再过去欧洲其他国家。伫波兰的南部第2大城克拉科夫，一天就安置1000外难民。目前一寡甲政府有合作的旅馆都已经订。讲到战争爆发，2月24暗时，拉里莎还阁心惊惊，朋友因兜才有地下食堂米规礼拜，逐工拢有4、5解庆生。无偌久前才逃去波兰，2家伙原本拢住伫乌克兰东北部第2大城卡尔科夫，佮向北就是邻国俄罗斯，是乌克兰2月遭受侵略时阵上大声互人攻击的城市之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乌克兰已经超过150万人逃去邻国，其中100多万人会大先经过波兰。车站内新增加袂少乌克兰语的标示，也提供免费的烧汤。因为3月初温度拢伫0度左右，人绝对袂堪伫路边过暝。敢若克拉科夫一天内都有将近上千个难民需要临时安置。现场会当看到袂少家庭，有老的有囡仔，敢若欠18至60岁男性。当然是因为去战争早无看人，有一寡人无愿意翕照，讲号做逃难的状况无好。无愿意伫镜头前讲囡仔爸爸也留伫首都基辅战争，这大阵囡仔上侪会早10岁，米几落天的地下室，又搁连续逃难800多公里。未来因要继续往西欧的方向过去，伫乱世也想要来找找和平。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拍乌克兰造成真侪人走去附近的国家逃命。咱外交部毛伫顶礼拜成立乌克兰的专户，高工就募到3亿。外交部长吴钊燮昨昏是表示讲，伊宣布要先捐1亿给波兰，帮助乌克兰的难民。另外，伫昨昏嘛开放民众捐物资。用个人的善心捐钱化作爱心，捐予乌克兰难民。乌克兰人民伫战火当中流离失所，引起世界关注，拢伸出援手。台湾也甲乌克兰协作会设置成立，救济乌克兰专户短5天到3亿的善款。外交部长吴钊燮伫捐钱记者会宣布，第一批捐1亿予波兰指定帮助难民的单位。先做第一次的提拨和捐赠，额度为新台币1亿元。大约是美金350万，给占据波兰的乌克兰人，同样受到威权主义压迫的台湾人民，已经受到了鼓舞。在此一时刻，许多台湾人会跟我一样说：“我是乌克兰人。” Each and every dollar counts. This is a test of humanity. Your generosity and solidarity is invaluable. 波兰驻台代表高德瑞指出，这个战事是自战以来上大人道危机，有100万人逃离战乱。感谢台湾捐钱，甲提供17吨医疗物资。剩下善款的用途，吴钊燮表示，斯洛伐克、匈牙利拢收留乌克兰难民，是了后捐赠的对象。另外，来自乌克兰热情瑞莎的小弟安多利也感谢台湾的帮衬。I'm really proud of all, of all Taiwanese people who donated to Ukraine. This is very touching, and it's yeah. I'm so happy to be with you guys. 除了捐钱，乌克兰难民真需要生活物资。外交部切实开放捐赠生活医疗物资，第一天就真侪人响应，捐赠医疗喙安、毯啊、酒足啊这些物资。不要等以后来不及还在做，变成别的国家在捐助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接受乌克兰难民？外交部表示，现阶段提供伫台湾的乌克兰学生延长签证，加家属移亲，予乌克兰学生来台读册，要在研究阶段。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咱的友邦贝里斯的总理布里先牛洪哈姆今日透早来到咱台湾，要伫台湾访问5天。外交部是表示，布里先牛这抓是隔16天，佮以总理的身份来咱台湾访问。布里先牛是接受咱国家的邀请，伫今仔日3月7日至3月10日，会伫咱台湾访问5天。总统蔡英文会用军礼欢迎，双方嘛针对两国双边的合作互相交换意见。贝里斯的总理访问期间，伊嘛会甲咱的副总统赖清德到顶去台南访问，去参加留学生的座谈会，嘛参加经贸说明会。咱台湾甲贝里斯建交已经有33年，双方伫基础建设，也各有公共卫生、农业、教育、妇女权益这些领域拢有合作。来关心昨暗要晚10点，国道3号往北63公里，大溪交流道附近是发生死亡车祸。一台特斯拉开自动驾驶这款功能去弄到工程车，若是工人员在要落车来处理的时，却互后壁轿车佮弄到不幸过往。这台白色的特斯拉车头弄甲密密麻麻，车尾了也受损，用吊车拖走。有一位46岁姓江的查甫人开这台特斯拉，昨暗甲辅助驾驶开去，驶一个8里沟洼大溪交流道附近，弄到伫63公里内线的工程车。25岁姓吴的工人要摕三角水去后边踩，互后边驶来一台 BMW 弄掉。姓吴的工人当场无喘过心跳，上边也是救袂大。2位驾驶是分别受轻伤，详细情形也会调查。不过根据统计，去年敢若是1月到10月，国道施工车甲反动车被弄的意外就70件，而所有车拢有装驾驶辅助系统。虽然无法度讲就是辅助系统所造成的，不过驾驶也是袂当伤可惜。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只是用来辅助，它并不是自动驾驶。我基本上目前市面上车辆还没办法做到所谓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驾驶人还是要随时注意前方的一个路况。
甲头前的车速度差较侪，或者是头前的车是停掉的，抑个爬行、落行、斜弯，头前的车无驶伫咧车道的正中，突然间切入车道的车，头前的车突然间要驶方向，特殊外形的车甲奥多拜，抑个特殊的天气，拄着拄仔讲的即款情形，辅助驾驶系统是无法度正精准的预测，所以驾驶开车时阵也是要正注意，手上好也是画伫咧行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礼拜日下晡4点的时，台中市的兴中街一栋楼仔厝发生火烧厝，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目前警方有找到一个放火嫌犯，检方嘛当得侦办。警方甲涉嫌放火这个姓陈查甫人押回去地检署，伊就是造成台中市兴中街火的嫌犯。警方经过20点钟的追查，甲这个住伫8楼40多岁姓陈查甫人抓到。这个查甫人承认讲，伊的放火是因为甲姓曾的厝主有纠纷。房东的这个催他的这一个房租，以及要他再迁到他的地方去，其他地方去，而造成他的这一个不满。检方去殡仪馆甲罹难者相验，嘛通知姓曾的厝主到现场讯问。这个姓曾的厝主就捌讲，会发生火的是因为有人放火，村内就无愿意加讲。放火的人笑的啦，真正有放火吗？台中市兴中街这间旧饭店改装做套房来租人，车老板嘛4点外传出大火，消防人员随出动拍火，还阁用分推车救人。暗时10点，甲火拍花，不过也是造成6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火调监测人员初7登去火场搜证。附近的住户表示，这个姓曾的厝主甲回收的物件，拢顶伫楼梯甲巷路，是造成伤亡严重的主要原因。7楼也是满满的啊，他1楼里面也是满满的啊，巷子也是满满的啊，安尼啊，伊个就家己袂当行啊。当地民众表示，每个月环保局拢会来强制清除2届，上晚的1届是伫咧初4。不过了后，厝主各用回收的物件，甲巷路是顶甲袂得过，也阁甲环保局提告。环保局最近这2年嘛采取24件，有11件以上强制执行。不过，这个厝主也是发物件，除了这电的物件，消防局表示，烟弹效应嘛是造成伤亡严重的原因。我们会往屋顶平台嘛，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做散热的动作。那这个动作我们也没办法做。消防局经过清查，41间隔间的套房，有11间已经租出去，有12个人住伫内底。火的时阵，包括其他的住户，有29个人走出来。台中市府表示，这栋大楼伫咧2019年进前是做旅馆伫使用，接着会甲图调出来确认违规使用的情形，嘛已经启动安置的机制。目前已经登记的有40个人，27个人已经完成安置。记者综合报道。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拢是因为楼梯头蹲真侪物件顶落，影响公共安全。台中市的环保局就表示讲，即马会甲列管的大楼楼梯头的物件强制爱摒掉。那医生是表示，总共有人爱一直捡、一直蹲几间，这有可能是一款心理疾病，爱去医生看。伫咧房价上款即间透天厝，十面是蹲甲满，用要无空间。厝主甚至用锁甲布棚将物件勉强固定掉咧。啊，毋过大边的厝边表示，常常发生物件落落去的情形，佮烦恼引起火灾，互伊拖累。危险性一定有啊，因为像前阵子就有大理石掉下来。人家是说抽烟让就淹死啊什么。住伫边的阿嬷真无奈，因为住边的人也真侪摆向环保局检举，环保人员也到场稽查，甲人针对占用公共空间的部分，成大告示，要求所有人家己清除。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统计，为109年度甲即马，列管173个所在强制清除公共区域211摆。依照废清法开发了后，对种列管，按个私人空间若无影响到公共卫生，都免强制清除。原则上，如果是在私人领域又没有去影响到公共卫生，这个部分确实是比较难去做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去年10月，台中市美川路一段一个徛家火警，也是因为回收物引起火势，造成厝主太太不治。精神科医师表示，这竟是蹲不平的症状。
去理解这个囤物癖，都还是要去看他背后的焦虑。那个焦虑有可能焦虑到有点这个失去现实感，就他可能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他就一直要把那些东西这样子囤起来。医师表示，囤物癖患者对未来有焦虑，产生惊吓超现实感，也一直发生。除了用药物治疗以外，家属甲亲友的陪伴减轻焦虑，这样互症状长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封关上久的死刑犯是曲浩顺，伊已经封关33天，伊上指控杀害女保险员，而且甲学生囡仔陆成绑票杀害。伫2011年的时阵，曲浩顺被判死刑。不过民间团体甲律师是认为讲，伊证据无周至，而且判决有疑虑，所以一直想要替伊洗清冤枉。即马有大学生举办展览斗声援。一字一句写出伫家落来的生活，这是政治大学当咧进行的海王天光33周年特展，展出死刑犯曲浩顺的遭遇。其实一直以来的关注，其实就是一直在小的圈子里面。那我们这次举办讲座，也是希望让更多，尤其是政大的师生来知道曲浩顺的案子，我们为什么要救援他。曲浩顺1988年获警方指控杀害保险员郭昂玉兰，佮甲学生囡仔陆正绑票杀害。2011年获法院判死刑确定，不过民间团体、律师、学者等人发现判决有真济重大，若无直接证据，伫侦办过程警方佮违法刑求，长期以来咧甲走总救援。即马律师团想要研究，看有可能针对违反公约这点去提起其他的诉讼，是阮认为讲，其实总统府这边应确实是应该尽速啦，愈紧愈好，加特色。尤皮上表示，这几天曲浩顺的身体甲心理状况愈来愈歹，望总统赶紧直写曲浩顺停止对伊的人权侵害。记者杨淑静、曾派文台北报道。电风上头，咱镜头来台南后壁区的新东里为着社区营造，以稻仔切甲做主题来采画壁。尤其特别是这艺术团队是由精神人组成的，透过这届合作，互因发挥专长，嘛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观光。规排的采画壁顶面，毋是产地稻仔，就是做田人含水牛，记录稻仔生长到收成的过程。台南种植的产地面积是全台湾上大，其中后壁区的稻仔产量是全台上济。这届新东里为着社区营造，特别邀请艺术家以稻仔做主题来采画。老师还有我们这些材料都是由当地的一些耆老，还是一些专业的老师都无偿的来奉献啊，提倡这些在地的生活习性，还有农村生活的画布让这些巷弄产生一些多彩多姿的画面。这个艺术团队的组成真特别，其实因拢是精神人，这个参与社区营造，因拢感觉真欢喜，嘛真感谢有这个机会通发挥专长。阮甲这社区配合，像社区也无气嫌讲阮这的半路出家的老师，因为阮这拢总是更生人，所以我带过来的阮的内底团队来这甲这个社区甲为这个农村的景致安尼。虽然因成分有较特别，但是阮有那真感谢讲因这社区，互阮有这个机会互阮这讲有一个平台通发挥阮的所长。这届采画壁的行动，基面嘛拢真配合愿意提供壁面，希望透过这届社区营造来带动观光，嘛会当推广在地产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内蒙产量上济所在伫屏东，其中九如这样的内蒙有唔那酸，更有特殊的板块，真侪人拢真介意。有农产品合作社就开发新的技术，甲内蒙汁即马结做冰，互变做一角一角，唔那会当放较久，而且要食时嘛真方便。树仔顶的内蒙，逐粒拢发甲大粒个水。这是屏东九如的农场，专门生产青个无毒的内蒙送去农产品运销合作社。九如这边的环境跟气候，在屏东里面，它其实临伴于高屏溪旁边，所以它的阳光上也比较充足，而且它的水质上也蛮不错的，种出来的柠檬会比较特别的香气。这样。虽然内蒙一年四季拢有，不过寒人的产量会较少。为着让民众规年通天拢有内蒙通好食，有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研发专利的技术，挂内蒙皮甲籽落去底汁，做成一角一角的内蒙砖。
唔那好保存，要泡雷崩汁嘛真方便。我们怎么从榨汁到榨汁冷冻到封装完成？这个里面有3道的独家的专利的技术。那我们就想说，把柠檬榨成汁，让消费者更好使用。1颗柠檬砖可以配大概600cc 的水，那依照个人的口味可以去做调配。除了一般原味的柠檬庄，文销合作社嘛研发侪无同的口味。销路方面，唔那伫咧国内食会到，伫网络顶订嘛会当寄去国外。互柠檬的产业唔免受到水果出口检验的限制，开出一条无同的通路。记者综合报道。女性有月事，一个月来一届，这是天生自然的代志。不过为着要减少学生囡仔买这款月事用品的经济负担，台北市政府即马是讲要互台北市的各中生，即各中的查某囡仔，逐个月会当去便利超商换200块的月事用品。伫超商应单就通甲店员换价值200块的生理用品。初一开始，只要是学籍伫台北市的各中女学生，就有生理用品的补助金。之前买卫生棉都希望妈妈可以陪着。那以后可以自己去。现在可以了。除了减一笔费用，学生讲有政策落实，甲同学讲要买卫生棉，嘛较袂解决。市府表示，总共编6000多万的预算，有3万多名的女高中生来受惠。但抽奖的期限是2个月，到期佫领新的。上重要是要互学生认识性别平等。这次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说，它不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我们希望孩子从小他们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是。有男女有差异，然后我们希望得到平等。市府表示，进前有试办伫几间学校放卫生棉，成效袂歹。未来会阁评估补助金的做法，是毋是扩大到小学到高中？另外，学生除了到超商应单，嘛通透过师生背带等等的方式来兑换，希望买生理用品的需求，袂阁再是女学生的心理负担。记者陈嘉文调随台北报道。2022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对3月11起稿，会一直到3月27。这届有53出国内外艺术纪录片，其中有14出是头一届全世界头一届放送的。有学校嘛甲影展合作做一个论坛，咱做回来看。影片记录1964年白河大地震发生了后情况，有迄当阵救灾的情形，嘛有后来大家整理加长的画面。这个珍贵影像资料是90多岁纪录片导演罗定波所翕的纪录片，暗算要伫2022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来放送。就是要记录这个历史啦，互后代人知讲嘉义曾经发生过这个重大的灾难。嘛，迄个影像就留起来，互伊去思考啦。除了在地历史影像，这届国际艺术纪录影展计共53出国内外纪录片，其中14出是头摆公开放送。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有7个主题，更有专业的讲座，希望民众除了看影片，嘛会当了解国外的文化甲艺术。等于在台湾呢，没有任何影展这么能够表示出一种现代性、艺术性、文化性，还有国际的这个连结跟关联。这个影展为3月12开始，一直到3月27，民选之出配合影展的讲座，有邀请一寡少年的艺术家做伙参与，希望透过因的分享，让影展的内容有较多元的角度。记者刘慧婷嘉义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国内传统的布袋戏，即马是结合科技找新的出路。有动画导演甲掌中剧团合作，甲外台戏搬到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去演出，用4面大面的投影，互民众咧看戏的时，那亲像伫故事内底。已经连续搬3礼拜啊，伫即礼拜4啊，阁有上尾啊的2场演出。七彩的投影光线闪闪烁，民众坐伫咧银幕内底看齐天大圣孙悟空安怎定海神针去搬西东，甲东山庄救出来。结合40台投影机、4大面的宽纵银幕，这新形态的电影布袋戏头摆搬入台北101观景台，民众看了拢学了解得知。庙口咧看布袋戏的时阵啊，迄个感觉就是无遮尔济，無遮尔刺激的物件，会互咱感觉就是足
就无共款，就新鲜的对啊。呈现出来就好像跟你很近，然后那个镭射光那些也是觉得它变换的蛮好的。做动画出身的老玉秋导演，希望透过家己上内行的科技动画技术，重现庙口的布袋戏。目标是2年内要杀8出科技布袋戏，而且要用4台导演机，让台湾文化在各县市行透透。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租场地，然后自己做活动，然后自己做表演，自己售票，也希望把这个作品呢用很简单的方式可以打包，可以就是到别的国外参加一些艺术节啊，然后戏偶节啊这样子。咱沉浸式这算头一摆的结合嘛，咱嘛希望讲试一下水温，可能伫后壁的演出内底，反正有一寡特殊的场，咱可能就孙悟空啊、蜘蛛侠，咱的野翁的师傅。配合着咱的导演来做演出，这嘛是会用后壁用参考的风险。做布袋戏超过30年的王英俊表示，疫情致使传统戏出行出新出路，不过敢有法度真做成功的商业模式，要爱靠观众支持。也那即阵当伫咧甲日本和澳洲季接，希望伫咧国际音乐节播送，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阿敏晶、夏桂林台北报道。高雄做营的旧城早期有一座旧山，因为日本时代规一条车路把旧山破做2边。高雄市政府目前正在推测旧城建城计划，但是按算要去做一条空中的建城之道，游客会当行伫这条步道来体验旧城的人文历史甲景致。做营旧城是台湾第一座石城，有将近200年历史。旧城东门的城壁已经修复，北门段佮西门段当咧施工。今年市府嘛按算要沿旧城壁打造一条空中步道，叫做建城之道。路线上是从东门的城内一路往北，经过海光停车场，跨越胜利路，一直衔接大小龟山原来的步道，然后到达北门，总长度有770公尺。那在造型的设计上，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模拟城墙的高度。这条建城之道，唔那延续旧城城壁，上重要的是，伫日本时代因为开辟胜利路，甲原地城内底旧山分做2边，骨头甲身体加做小旧山甲大旧山，这样人认为迫害风水，市府希望利用步道，把旧山的头甲身重新合起来。建成之道，把大小龟山又连接起来，感觉上这个大小龟山又合成一体。那对我们走云莲池潭的观光的促进，还有大小龟山的这个观光我想一定会很大的注意。它见证那么台湾最近300年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大时代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它最重要的文化资产。中央地方投入建城计划经费已经有10多亿，初7建城之道开工，按算11月完工，刷落来嘛希望串联3座城门，旧城的风貌会当重现。记者邓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战火无情，乌克兰即马难民是愈来愈多。波兰有一间饭店最近有收容700个乌克兰的孤儿，因为因大的孤儿院互炮弹炸害去啊。另外，以色列嘛有收100个乌克兰的囡仔，总理班奈特阁亲身去机场迎接。伫饭店的餐厅内面食面包、沙拉、饮汤。俄战争发生了，这个来自乌克兰孤儿院的囡仔，总算会当坐来好好食一顿饭。Są to dzieci z domu dziecka z Kijowa, z Odessy, z Charkowa, z tych wszystkich miejscowości, w których są bombardowania. Oni po prostu uciekają w tej chwili przed wojną. 这群囡仔因为避难暂时离开，回去时阵发现孤儿已经被炸毁。好佳在波兰有一间饭店斗3工，甲会议室改做临时宿舍，让这700位囡仔暂时所在住。虽然暂时离开战争，不过这寡囡仔心中的惊吓是一直都无法度消失。Они спрашивают, что, когд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когда это вообще закончится, что будет. Им страшно, и нам страшно. Нам нечего им ответить. 另外，在中东的以色列，当地时间初6，首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有100多位乌克兰的孤儿到位。总理班奈特特别到机场迎接，一个斗3工赶行李。
以色列帮助的这款囡仔是来自乌克兰西北部城市日托米尔，也就是俄罗斯进前伫咧空袭乌国的空军基地，早期炸掉命体的所在。这款囡仔拢是2岁到12岁之间，拢是犹太的。以色列先解安置伫咧当地犹太国家基金会了，结果再看安怎协助。以色列半官方组织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收到当地5500份犹太的乌克兰人紧急移民的申请。公司新闻齐万玲报道。顶日啊，墨西哥地举行超级卡球联赛时发生球迷暴动，伫观众区的球迷向相拍，2阵人是对内底拍到外口，上无有26个人受伤。暴动嘛影响卡球比赛，比赛是暂停要1点钟。这场伫墨西哥中部举行的超级卡球联赛，由地主队克雷塔罗对阿德拉斯，想要卫冕的阿德拉斯分数伫1-0领先了后，球场边的球迷向起冲突，双方毋但互相呛声，还佫有人起骹动手，而且迫害护栏。安全人员看情形无对同，是赶紧甲闸门开开，互其他的观众离开现场。想袂到起诉的球迷，趁闸门开开的时阵，冲入去球场内底，有人举刀仔甲球门的网割互破。有人甲椅仔拆落来当作武器，还佫有人去互规阵的人围起来拍，是拍甲流血流滴。比赛伫62分钟的时阵，全咧冻点，有部分的球员留伫现场，可能因莫佫冤家，毋过敢若无啥物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这场暴动至少造成26个人受伤，其中有3个人伤了较严重，送病院急救。部分的家属伫病院外口等是真烦恼，甚至艰苦甲流目屎。Está golpeado, le quitaron toda su ropa, está descalabrado, está golpeado. Lo tienen en observación, claro, para ver sus órganos, que todo se encuentre bien. Es difícil. 代志发生了后，墨西哥超级卡球联赛主席阿瑞奥拉普文表示，伊无法度接受这种暴力的行为，一定会处分相关的人员。也那克雷塔罗州的州长认为讲，警方嘛有责任。Reconozco que pese a ello es evidente que el estado de fuerza pública fue insuficiente y no actuó con la prontitud que se ameritaba. Estamos ya haciendo la investigación correspondiente. 目前墨西哥卡球联赛内部甲警方的调查还佫持续伫进行当中，礼拜所有的比赛嘛拢暂停。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英国的能源监管机关已经公布，对今年4月份开始，伫后个月，英国就要调悬能源收费，而且起伏有54%不止啊悬。不过英国政府嘛有提出补助计划。即马伫英格兰北部的城市富尔，就有业者看好绿色能源的起草，落钱去投资，要打造英国上大风力发电，做风吹叶仔的工厂。全世界天然气计数一日起供应商也挡袂牢。英国能源监管机构宣布，自今年4月开始，调悬小单收费相关的限制。I pay all my own bills out what I get off out of my benefits. So obviously the hike in all this energy, and it's going to make it life tough as it is for me. 另外，小单起54%，对中低收入家庭是正大负担。平均每一户每年的小单会增加700英镑，所以英国政府这么有一项90亿英镑的补贴计划，差不多3400亿台票协助受影响的家庭。法国、德国这么拢甲核电厂关起来，也发现高污染的发电方式，和天然气的需求增加，本来供应就无够。这么甲天然气供应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佫紧张，天然气计数起到历史新高。工厂一直拍拢无停，伫英格兰北部的城市霍尔是英国第二座风力涡轮机叶仔片上大的工厂。这间德国西班牙合作的工厂起伫咧遮，带动绿色革命。I feel very positively about the impact that it's had on the whole area and o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the world. We're doing our little bit to tidy the world up and get cleaner energy for everybody. 叶仔片的设计加材料，会当决定风力机发电的性能加功率。因生产的叶仔片长81公尺，差不多是空中巴士 A300克的19个长度。工厂一年生产差不多300个。3个叶仔片细一连锁发电电，会当互一般家庭用24点钟久。照统计，去年风力发电就占英国总发电量的25%。英国打算要投入更加侪资源，减少对天然气的依靠，也若提早部署再生能源，也当帮助英国伫咧2050年达到净零排碳的目标。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天气预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冷气团影响各地早起温度拢真低，嘛较寒。这时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明仔载拜三透早温度共款较低。伫拜三日明仔载才会正降回温。若未来10天，各地水汽拢较少，天气会正稳定，高温有25度以上，不只有春天的感觉。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2度，上悬20度。外岛的温度是9度至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